全家右转，我知道我要右转，我真要右转。知道吧？小心哦！刚刚断波，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断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的。会很窄吗？还好啦。这条就是俗称9条通，不条通这边的中条。160，长春路，哦龙江路口啊，哦，右转走什么路？
心开始发凉，伤口也学会长出翅膀，一步一步离开原地，原来我自己也能发光。飞往更远的天，飞去没人的边，飞把眼泪吹干，我不再回头看。飞穿过了黑暗，飞抱紧了勇敢，飞你给的昨天变成我的蓝天。手心的茧还在发热，那些跌倒的都没白活。我把遗憾一口吞下，换成胸口力量的火。路再遥远，我不怕了，因为每一次都是我。我听见心开始发凉，伤口也学会长出翅膀，一步一步离开原地，原来我自己也能发光。飞往更远的天，飞去没人的边，飞把眼泪吹干，我不再回头看。穿过了黑暗，飞抱紧了勇敢，飞你给的昨天变成我的蓝天。如果有一天我有希望，就张开双手接住风霜。我不是逃走，我是成长，把自己送去更好的地方。飞往更远的天，飞去没人的边，飞把眼泪吹干，我不再回头看。穿过了黑暗，飞抱紧了勇敢，飞你给的昨天变成我的蓝天。我把脚步停放弃，怕惊动你的影子，走过你常去的巷口，把心事藏进袖子。你没回头的时候，我也不急着开口，就让晚风替我先把名字送到你耳朵。一点一点靠近你的温度，一句一句学会你的沉默。我不求太快，只想在你转身时，刚好站在你看见的路口。我想一天天的接近你，接近你，接近你，把真心放进日子里，慢慢给你。我想一天天的接近你，接近你，接近你，
龙江路呀，对，龙江路对，到龙江路，然后左转靠边哦。龙江左转哦。不长也不多，就站在原地等你，一点一点靠近你的温度，一句一句学会你的沉默。我不怕路远，只怕错过了你，所以每一天都更认真一点。我想一天天地接近你，接近你，接近你，把真心放进日子里，慢慢给你。我想一天天地接近你，接近你，接近你，等你习惯了我，也习惯了你。如果你还在犹豫，我就再等等你，把热烈守好，把耐心留给你。等到某个清晨你先走向我，我就把这些年的轻轻还给你。我想一天天地接近你，接近你，接近你，把真心放进日子里，慢慢给你。我想一天天地接近你，接近你，接近你，等你习惯了我，也习惯了你。这时候红绿灯啊也挺多的，嗯，很慢。长春就不太喜欢走长春。对啊，因为它这个红绿灯太多了，又要等很久。看过你来不及梳理的头发，也听过你戴着耳机哼着歌。别看我总是摆着一张扑克脸，其实我心里藏着好多的独白。那位先生，你的便当上的恋人发呆，那位小姐，你的侧脸其实很可爱。每天都匆匆忙忙的赶路，忘了看这一路风景的起伏。每站都陆陆续续地上下着，有人挥手告别，有人开启新路途。别怕外面的世界步调太唐突，进来我怀抱，随着列车摇晃，深夜的月台，照着晨间忙了。深夜的月台，脚步渐渐慢了，车上变空了，身体也变轻了。喝醉的想念，靠着扶手睡着了。我要的再近一点，让你做个好梦。日复一日的轨道，从不觉得累，因为你们的青春在这里交汇。每一张票卡都是故事的敬畏，谢谢你把同期的时间与我分配。每天都匆匆忙忙的赶路，受了委屈，这里就是避风处。每站都陆陆续续地上下着疲惫的心，交付给这一段旅途。别怕外面的世界步调太唐突，进来我的怀抱，随着列车摇晃，我会安全送你回到温暖的归途。
1.5油电车，它可能主打轻吧，不耐撞。我还有做一个意见调查哦，你们觉得会不会明天会不会放假？对，应该再过半个小时多吧，应该就会宣布了。这边就是新安街，对，福德凉面的地方。不希望放假，其实我也不希望放假。阿强，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对，但是。还是有绝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放假啦，上班族的人还是比较多啦。有个超商应该搬离躲台风，有啊，那个就是桥下那个啊，那个什么桥、哦，我忘记什么桥，桥下出宏大那边有一家莱尔富啊，骑脚踏车的车道你应该都会知道了。对，还没8点都还不确定，只是对问一下大家，问一下大家的意下如何？对，你觉得会不会放假就好了？就你所在的县市，对我也没有分说什么啊，你要在台北或是在哪边，没有。对，就你所在的县市，你觉得会不会放？因为新闻一直在讲啊，气象新闻一直在说是明天晚上，好不好？明天晚上大概9点过后才会开始碰触到陆地，开始有风雨啊，或怎么样的。对，可能是对之前就会先外围环也会有些风雨啦，但是真正暴风圈碰触到陆地，可能要等到晚上9点10点。对，那到底还会不会放假？就不得而知了。你那些还没有投票的，去按吧，按一下就好了。也不会浪费大家太多时间。选举考量，对啊，今年是选举年嘛。
对，就台北市而言呢，对，昨天台北市长有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会放，就一定是整天的考量了。对，这句话已经暗藏了玄机了，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哎呦，6成哦，6-4哦。宣布放假，等一下就很多人叫车了，因为今天还是无风无雨嘛，对不对？对，大家都出去玩，都要出来玩，对不对？反正明天白天应该也都还正常。反正百货公司也要看百货公司会不会休息啊。之前不是有台风假，百货公司跟着休息，有没有？不过现在确实是无风无雨。你好。永和路，好。
车窗中小动物被按了静音，你看街上的西装走得有多么着急，他们在追逐明天和下一个目的地，我却在研究落叶花纹的秘密。不赶时间的台北其实有多美，世界按下5倍速，我偏要摇晃的心啊，看着斑马线的匆忙，像局外人一样旁观，把1分钟拉长成1首诗来换。不赶时间的台北，连红灯都让人喜欢。他们在赶路，而我只适合这座城市。跳步合拍的华尔兹，漫无目的却无比心安。转进人爱了，绿意铺满了视线，阳光像碎金洒在前面女孩的发间。我看手机的时候，这像你老派的催眠。原来这座城市的轮廓这么甜。不赶时间的台北，踏着风的尾巴，当夕阳染红了小巷，我决定不跟导航走，听着耳机里的爵士乐，任凭脚步动摇，把这份自由装进口袋里带走。不赶时间的台北，连影子都拉得特别温柔，他们去远方，我只想在街角那家店喝一杯没有瓶子的咖啡。时间再快，我也能慢慢过。车轮转呀转，日子慢呀慢。不赶时间的台北啊，让急躁的人先去忙。按不按下车铃，其实都无关。这一刻的风控就是终点站。屏幕又亮起，蓝光在脸上围着，叮咚的声音像季节在耳边跳，几百条裙子把生活压缩得好小，堆积的事情每一秒都逃不掉。我把震动关掉，你还在口袋里呢。半夜聊一次，像冷冷的透我心跳。讯息堆成山，我已经懒得看完。你只要一想，我防线就少了一半。别再抓住我，那我知道啊，好。别再偷我回头。我想要清醒，把今天好好活透。突然手机让我先呼吸，谁也别想用一条讯息就把我绊倒。
这边哦，对，谢谢大家。好。他不是刚进去而已。拉进去啊。就等到，我觉得他觉得那边不好听，拉进去啊。啊，谢谢。谢谢小新，拜拜。等我一下哈。不会放，还不知道啦。15分钟嘛。等一下，等还有15分钟才会知道。来看一下现在票数是多少？50%对50%哦，就一半一半嘛。一半的人觉得会放，一半的人觉得不会放。对，就看待会儿，对，会不会放咯？其实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想清楚的。时间慢下来的时候，我刚好站在这里。往往环路的方向转个弯，收音机里的却是了播得太慢，不急着给出结论，也不急着回头看。今晚的台北容许我挥霍这点孤单。板桥的河堤外，脚踏车还停在路边，水面上的波光晃动着昨天的残念。手机荧幕亮起，却没有按下读取键，有些讯息留到明天天亮再说吧，不差这点时间。风灯停了下来，我手中描述的节奏。还真的一半一半呢。没人在后面追我，我也没想跟上谁的脚步走。这段孤独的时间刚好够用，在呼吸的空白里找回了真正的我。
好久没有吃泰克了。天色开始有一点松动，咖啡的热气还留在窗口，不寻找方向，只是跟着呼吸走在天亮之前。再慢一会儿吧。我本来差点看错，我想说祈祷，对，是少女的祈祷吗？不是哦，不是哦。对，现在的上班族应该持续在守候电视前面，看到底会不会放假。对，因为以前的我也是这样，持续守候中。但现在我是一点都不希望放假。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笑容，我角色失控，你婉拒沟通，预报的内容也无力拆封。你是经过我的台风，吹走我所有的美梦，执着的温柔，瞬间失了踪。我的痛分不清西东，你的进攻太过汹涌，自知我感动，失去下一个彩虹。这无期待浓，染白了霓虹，陌生的面孔也曾给暗中，过去的种种如烟火繁荣，击旋出裂缝，还一再从容。你是经过我的台风，吹走我所有的美梦，失重的温柔，瞬间失了踪。我的痛分不清西东，你的进攻太过汹涌，自知我感动，失去了彩虹。感谢你嚣张的放纵，还能在最终靠近我的人。我迷失在你的台风，被席卷到另一个时空，消失的感动。有没有快讯呢？8点了呢。对你的冷漠，你离开像阵阵台风，我无法紧握在手中。你是我的风，远去了沉重。彩虹。我们看现在是48%比52%，就是不会放比较多。8点到了，大哥，晚上好。到了，他还没宣布啊，等他宣布啊，等快讯啊，快讯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对。爱也消失去，情搁来逐年，想你不知有啥意义。我问天，天甲你讲，明仔载是无法度放假的，但是县政府都唔知，县市政府都唔知会放假袂放假。我问天，敢会当卖创治？我知爱你，这我是我家己。我问天，对，前面有说嘛，对，依科学的根据是明天，对，还没有达到标准，放假的标准，但到底会不会放呢？
哎呦，宣布喽，明天停班停课喽！果真如我所想象的是这样子。快讯！我就说，就是这个结局。好啦，48%比52%结束。太扯了！我就跟你说，他昨天不是说，对，我们蒋万安蒋市长不是说，对，如果会放的话，就是整天考量。这句话就是隐喻说，今天，明天，有可能会放哦。哎呦喂啊！新北没有宣布吗？他不是北北基吗？对啊，北北基桃啊。不是写北北基桃吗？他写北北基桃啊。我看一定很多人跑去蒋万安的税，对，刷那个市长你好帅。太扯，真的是太扯了。屏东没得放啦，屏东都太扯了，如果放就太扯了，屏东都没扫到。好，这写北北基桃不是吗？我看快讯是写北北基桃啊。真的是，对我前面有说的，对，科学的根据是告诉我们明天没得放假，但是很难说，对，一切由县市首长决定。新竹也放了，哎呦喂啊！真的是太扯了。大家赚到了一天台风假，对，你们对有在北北基桃的新竹的赚到了一天台风假。好啦，那个，对，恭喜我们的三姐美梦成真。现在点播这首《美梦成真》。欧北棒，正经嘞。有没有轿车我不知道，因为我把轿车软体关掉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轿车。对啊。选票考量大于一切啦，对，选举考量大于一切。真的就是这样啊！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好不好？明天白天看看这个风雨到底有没有风雨，会不会到晚上？对，大家要睡觉前才出来的风雨。然后，对，为了那1小时的风雨，跟我说明天放假一整天。
Oh my God！ 本来就很难做，但是你还是要依据，我不知道对我不能说它对与错啦，我是说依照科学的根据，对，依照气象预报的根据。明天4点以后才有雨哦。对啊，但雨平常也有在下雨的啊，平常有在下雨的时候有放假吗？对，首先就不论说它对与错，因为对错都有人说的，所以这个也很难讲。只是说真的有点夸张，有点夸张。对，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啊。我们明天再来看看说，这个雨、这个风、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前面果真有人挥手挥，对，不要跟我说你要去 KTV 啊。你好，你好，中山北路6条通口。中山北路，你要行倒位啊？你好行就好啊。好啊。我电脑会使禁掉的。系啊，等下吼，我看者，到底是倒一条？要慢慢来，你看到，等一下再点。谢谢啊。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因为眼睛耳朵都有了默契。你知道我有多么了解你，有你就有好心情，像夏天吃着冰淇淋，因为想法感受都有了感应，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我世界是一片汪洋森林，我选择和你同一棵树栖息，不用怀疑，我就是那么在乎你。我爱情会让人脆弱无力，有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不用怀疑，你就是有这种魔力。我知6条口，哎，那哦个天安排我们在这时刻相遇在一起，我们都被祝哦，等等哦，常有好心情。哎，一见你就有好谢谢你哦。不用暖身就会开心。客人也好心情呢。对，这首歌送给想放下的大家。哎，综合大叔回答你的问题。哎，明天还是会出门。对，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什么时候风雨才会变大。对，不管会不会放假啦，我明天还是会出门的。对，那我们就来看看明天到底，对，放假是对与错。这时候，对，马路上的人潮应该会慢慢的涌现，是不是？啊，放假了，走，我们去唱歌。一定会有这一群人，或者还在加班的，有没有？对，听到明天放假了，对，就开始怎样？对，雀跃开心的收拾。对，我们现在一样会出门啊。对，到时候开播大家来看看，到底什么时候会有风雨。有6县市明天正常上班上课，6个县市应该是南部吧？照道理说应该是南部吧？
我还没有进去看，来看看哦，红灯停一下看一下。彰化、云林、屏东、台东、嘉义市、金门正常上班上课。彰化、云林、屏东、台东、嘉义、金门6个县市。可是台中啊，台中跟南投，对，他们是明天晚上6点开始才停班停课哦。台中跟南投，明天晚上6点开始停班停课。台南还没宣布。对，我们在做科学实证啊。当然，他宣布放假是首长的权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小老百姓可以来看看吧，对不对？可以，反正都要出门跑了，对，顺便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风雨嘛？是不是？对啊，台中市好像是晚上6点之后才开始停班停课，晚上6点，台南还在跟哦，对，因为他还在想说，对我会不会不放假，年底就不是我们呢？对不对？我不放假会不会年底就有危险了呢？但如果我放假的话，会不会被骂得更惨呢？左右为难，你知道吗？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我不想，我们在模拟好不好？对，模拟。对，我都已经，这开玩笑的哦，前提是，对，我都已经在台南，对不对？市政府做那么久了。我如果现在明天放假的话，对不对？会不会有一些中间选民到时候不投给我，理智的中间选民不投给我，有没有可能？对不对？正反面其实都没有什么对错的，对，反正怎么样都会被骂嘛，对，只是看哪边骂的多，哪边骂的少啊，不是这样子吗？台南没有列入警戒区哦，对啊，所以，照道理讲他是不能放假，对，那他到底会不会放呢？取决于在年底这一关，对，他要分析哪边的选民比较多，对，到底是想放的多呢，还是不想放的多呢？我看点到哪边了哈？等一下，我们要穿插一下，避免黑屏，我们要穿插一下。正在看风向。王子颖，我前面也有在讲哦，我前面有提到，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是不这么认为说要放假，我的个人观点已经讲好了，对。
对，他现在在天人交战，到底我要选左边呢，还是选右边呢？全部都宣布了，台南市长，你怎么还不宣布呢？无啦，我即马去看，到底都是边人较多啦。嘿啊，我若选了唔对，年底我就无法度继续，对不？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就算有放假，有些老板也不会让员工放假。对，排班制的应该是没得放了。对，像明天台风天，我儿子还是得上班啊，他打工的他还是得上班的。也不会有所谓的台风假这种东西。念歌的安排有吗？但我一直觉得明天白天应该还是不会下雨吧？白天呐、白天。对，下午过后就不晓得。其实这些都爽到公家机关，一半一半呐、因为人民有爽到嘛，对不对？这些上班族还是有爽到啊，还是有爽放啊。台湾经济其实不好啊，真的。看坐车的人多不多就知道。那现在不好，现在不好。坐车的人少，所以经济不好。我每次之前有载过那个老司机啊，就是已经退休的老司机，就在那边讲说他们以前开健身多赚。我说现在没有，他说当然没有啦。他们以前真的是第一点就是有没有捷运，大众运输工具当时没有捷运嘛，所以都要坐车嘛。然后公车有些人不太会坐什么，对啊，所以他们以前就赚的比较多。然后就加上观光客啊，不管是哪个国家来的啊，对，观光客也比较多，所以赚的也比较多。所以那些老司机一直说之前赚多少有的没有了，对，但也不想想我的心情，对，就一直在那边讲，我都不在家理他。你们大脚头就知道，对，大脚头。跌到哪里了？到哪里？够恭维了啊！靠！我看到了。
放感情？干嘛？讲个话还要放什么感情？当我这在念旁白啊。78里的大哥。8点半，大家可以去吃饭了，吃饱了吗？5点就吃了，那你晚一点还会再饿。如果明天是台风假的话，那今天算不算是放假的前一天呢？依照往例，放假的前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小仙哦 ，Hello， 你好哦，你好，什么的？是那个建成街12号。好的，很近哦。Why you be like so mean to me? Like you know how like when someone does something and you're like, oh, you're so alpha, right? So I'm thinking that like is like saying alpha. Is that the connotation? Because like one time, like You're so hot, you're so hot. Oh my God. I don't understand their culture either. because like when I was like talking to Sandra, right? And I always like, oh, you're so alpha. But then since I learned from like my friends at my friends in the Taiwanese school, right? Or they're not like actually Chinese, or like they're not like actually Taiwanese, like they're like just learning Chinese too. So I don't know where they think of it. And then I try to say like instead of saying alpha, say that to Sandra, and then she's like, don't say that. It's like kind of offense for I think it's like for being lazy. Oh really? But if I say it like jokingly, then doesn't it make it like just a joke? Like sarcastic? Sarcastic? Yeah, you can say that to Jerry Van. Why would I say that to Jerry Van? Because I'm sarcastic. It's not at all. That's so sad. Wouldn't you agree? I can't. So I mean, I'm being honest, okay? I can't say it. You I agree with me, but you just being nice. I thought that it just meant like, oh, you're so alpha. No, it's not. You're so alpha. You're alpha male. So what's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like alpha? You asking me? I don't know.
哎，还没到，哦，还没到啊？因为红，还没到这还没到，那个红，哦，这少，对不起，对不起，我还第一天到，不过不小心。还没到，到了我会跟你说。 Did you even say? No, I haven't. 不好 ，sorry， 不好意思。没关系，你这样害我都紧张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不要害怕，不要紧张。把门锁起来吧。好了，哦，我停旁边，真到了。真的到了。OK， Apple Pay 可以吗？不行以前可以，现在不行。我没有现金。那Okay. How much? 90. How much is $93? Thank you，谢谢。拜拜。来台湾玩哦？啊？来台湾玩吗？对，那明天台风。对，对。很多地方都休息哦。那博物馆也休息吗？对，啊？所以你们最好，明天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但基本上都休息。好的，好的。对。谢谢。 OK， 拜拜。拜拜。下午就有在香港来台湾玩，现在又有在，对，都是台风天要来台湾玩，我就搞不懂，对，真的是很恰巧。现在来台湾玩遇到台风天，到底是要玩什么？对啊，到底是要玩什么？可惜呀、刚好他们来台湾第一天，刚好播第一天，怎么那么恰巧？高温课程在饭店，对啊，可惜啦，浪费一天呢。结果他们明天就会发现，台湾不是放假，怎么都到太阳，怎么天气这么好放假呢？就会一头雾水了。不是台风假吗？怎么外面一点风雨都没有了？没有了，开玩笑，还是等明天再看看。对，我们不能话说的太早太满。怎么都会选择说这个时间，对，是暑假了吼。对，也是暑假，一些学生放暑假，对，就是想来台湾玩。原来台湾的台风假就是要，对不对？就是要很热，对，就是要艳阳高照，这是他们所谓的台风假。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原来如此。来，我们来看看水舞秀。
台风假。台风假就是要出门晒太阳啊，不然要干嘛？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怪？我才知道陪着你上路，快乐不是为一人步。直到我视线开始模糊，而你却满脸不在乎，我才明白，学会变法术，也回不到最初。一边爱，一边走，我已经成为你信徒，相信情到深处不怕孤独。这首歌我去上个厕所。我曾看过对方的模糊，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一刹那让我带着大悟。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如何知道寂寞是最沉重的包袱？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直到我们都不愿回顾，连仅有的恨都麻木，我才知道该重新上路，接受命运的信任步。直到我们都变得模糊，也毫不在乎赢和输，我才明白，感情的法术不是为了征服。一边爱，